是韩国最特色的料理。真的吗？我想要吃。你卖讲创治哦。像，这是风鱼的沙司，这有留阿摩尼亚的。啊，你咧煎的时阵呢，你甲当做是皮蛋的味，就袂甲惊。哎，迄个味有真正有重的，真正是比较重的真正是变色的味。迄有咱会使食吗？啊，这偌高级的呢。迄阵我唔敢食了，下昏咧洗下司机随炸的。欢喜甲敲电话朋友讲，哎，我今日炸这来吼，规家欢喜甲咧。这是这个鱼本地的味吗？不是，这个发哦，酵，发发酵爱差不多14天，哦，有生过就对啊。有挥发酵。这样伊袂使呢。迄个味的，为迄个嘴甲片啊，安尼做，你卡碟家是不是？哎，安尼清出来。真的。哦，好大一块，个大的。冇食到多平常那种味吼。哦，你讲话慢。出来啊！上面出来啊！上出来啊！你出来啊！你出来吗？你出来啊！你出来啊！出来，你别讲安尼。哎，安尼 kimchi 个你安尼讲的做代志，做代志。 kimchi 甲加顿去哪里？你啊，这个啊，就恐怖。